重新继续来看这个桃园的平镇，有一个家庭，爸母离缘，两个囡仔对爸爸大。平常时由阿婶或者是阿公阿嬷来接送。厝边讲，常常听到大人咧骂囡仔，嘛常常听到囡仔的哭声。调监视器出来看，竟然是阿婶动手甲6岁侄仔杀倒。囡仔妈妈接到消息，心真痛。讲这囡仔阿婶已经毋是第一届对囡仔动手咯，即摆家防中心已经介入关心。一个负责人下手爱囡仔紧上车，煞来掠一个囡仔摔倒在地。回来干嘛？大声骂这个囡仔，该罚车了后，因会坐起的驾驶座要离开，囡仔才赶紧冲上车。动手的人是囡仔阿婶和做老母的人，看了真唔甘。真的很生气，想骂人，但是又怕他就是叫我不准去看小孩这种事情来威胁我。相片看得出来感情真好，两个囡仔才国小1、2年尔。因为大人离婚，无甲老母住做伙，住伫桃园的平镇，由因老爸即家伙照顾平时，由阿婶也是阿公阿嬷咧接送。厝边时常听到囡仔低哭的声。我有在我女儿的腿上看过，就是很红的印子，好像是用就是那种小爱的小手打的那种红红的痕迹。你争取到要小孩，那你是不是应该要亲力亲为去照顾小孩？那你的家人还这样对待你的小孩？然后他完全不知道啊，我们也没有说过当的处罚他，然后他就没办法控制自己，就会很皮。可是我也记得没有说我们家根本就没有什么爱的小手啊。本案经法事了解，案家长是为了要排解兄弟争执，所以用力过大推倒孩子，所幸并未造成孩子伤势。家长已知悉他的行为不妥。因为离婚无甲囡仔住做伙，即个做老母即支讲囡仔被人苦毒已经毋是头一摆，即马起码去看到即个画面，囡仔被人欺负，敢若望相关的单位会当去关心，互囡仔重新去找回快乐的笑容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